各位投資者，你哋有冇諗過，一個科技巨頭嘅最新動向，可以點樣改變你嘅投資組合？ Right, they are on the software side, ads and all of the search that is still not dead, right? I mean, when ChatGPT came out 3 years ago, that was like, oh. 沒錯 ，Google 憑借其 Gemini 3，在 AI 軟件同硬件領域都展示出強大實力。佢哋唔單止推動股價飆升，更預示住未來嘅巨大增長空間。呢個係一個值得關注嘅投資機會。接下來我哋會深入分析 Google 嘅股價走勢。呢排 Google 隻股票真係一飛沖天，最新嘅 Gemini 3i 模型一出，股價即刻飆升咗60%，真係勢不可擋。呢個 I 突破唔單止技術領先，更預示住 Alphabet 未來強勁嘅增長動力。點解咁勁？因為 Google 唔單止軟件，好似 Gemini 咁做得好，連 AI 硬件都自己研發，可能會賣埋俾其他巨頭。呢種軟硬兼施嘅策略，就好似雙引擎咁，確保佢喺 AI 領域有壓倒性嘅競爭優勢。事實證明，呢隻股喺過去90日同365日，都跑贏大市好多，表現超班。但係投資者都要留意，佢 RSI 去到70.08，係一個超買信號，可能短期會出現調整，所以都要小心啲。從基本面睇 ，Alphabet 嘅收入複合年增長率有8%，淨利潤增長率更高達9%。最重要係，佢哋嘅負債權益比率穩步下降，由0.11降到0.08。財政狀況非常穩健，為未來擴張提供咗強大後盾。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，呢隻股嘅實際回報高達0.49，遠超預期市場回報0.25，證明佢有強大嘅超額收益潛力。而且，佢股價同大市嘅相關性好高，顯示佢嘅增長唔係單打獨鬥，係同科技市場一齊同步發展。展望未來，市場對佢嘅搜尋量同交易量都持續溫和增長。更值得關注嘅係，股價同交易量之間有中度正相關，而且成交量領先股價3個週期。呢個信號顯示佢嘅趨勢好健康，預示住長期嘅潛力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